5月26號起，往返平田村同瑞和苑嘅九巴88X 線往瑞和苑方向會喺麗港城麗港公園加設分站。由5月26號至到7月11號期間，九巴來往駿洋邨同火炭站嘅285A 路線會喺火炭站加開下晝3點50分開出去駿洋邨嘅班次，而九巴來往水泉澳同禾輋邨嘅288B 線同樣都會喺5月26號至7月11號期間延長總站至到駿洋邨，並且喺火炭路一帶加設分站，亦都加開下晝15點50分由駿洋邨開出嘅班次。5月26號起，來往青衣長安邨同天后嘅過海隧道線948號線會延長由長安邨開出嘅尾班車時間，新嘅尾班車時間會係下晝嘅6點鐘開出。6月1號起，九巴來往上水天平村同藍田站嘅277E 線會提早藍田站頭班車開出時間，新嘅頭班車開出時間會係朝早嘅6點正。5月26號起，九巴來往馬鞍山市中心同深水埗欽州街嘅特別線286D 會投入服務，路線會途經錦泰苑、亞公角街、石門、青沙公路、美孚同荔枝角商貿區，服務時間只限星期一至五。馬鞍山開出嘅時間係朝早嘅7點20分，而欽州街開出嘅時間係下晝嘅6點正，全程車費係11個3。喺5月26號至到5月30號期間，因為要進行纜車系統維修保養工程，山頂纜車嘅服務將會暫停。乘客有需要去山頂就要選擇巴士或者小巴，而城巴15號線會喺工程期間改經花園道纜車總站，而15號 C 巴士線就會暫停服務。為咗加強鐵路職員人身安全，台鐵公司考慮為前線人員配備隨身攝錄鏡頭，因為早前台鐵曾經發生有車站嘅職員遭乘客襲擊嘅事件，為咗保障前線人員嘅安全，管理層考慮為每位人員配備攝錄鏡頭，去記錄低可能發生嘅情況。但係點樣去執行規定，仍然要進行研究。管理層就強調，絕對唔會容忍任何針對前線人員嘅襲擊行為。台灣星宇航空宣布，將會喺2026年2月開辦由桃園機場往返亞利桑那州鳳凰城嘅航線。今次呢條航線嘅開通，最主要受惠於晶片商巨頭台積電喺亞利桑那州投資設廠，未來會有唔少技術人員會往來兩地，亦都會促進咗美台嘅文化同埋經濟活動。所以星宇航空睇中咗呢個商機，但航班嘅細節仍然要進行研究，稍後會再落實方案。多謝你收睇今集，鍾意嘅朋友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哋，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